一首拿当多拜第3名，欣赏讲一首歌唱到拿到第1名才好玩。呀，目前呢，我就是还没拿过冠军哦，所以我的目标很想很久啦，当上没太明显的啦。夜光夜，夜光夜，夜光夜。接触客家音乐，也接触也流行歌曲，也接触安尼客家音乐一久的时间呢。有嘛？讲什么嘢？那有接触产品60年。张起多岁？其实都60岁，你有60年。老热到你腿，老热降下来。大家好啊，冯姑啊，来吉娜大家好。也來到流行歌曲組嘅寶尾正巴歲，上禮拜有新嘅 V 面罩，一冠嘅落去耶！希望今晚有好嘅成績啦嚇。對嚇，但係上禮拜演鳳較心情較無好啦。唔怕，因為佢唱跳嘛，對，繼續加油，所以啲本來真係比賽出來呢。係啊，每年的狀況冇共樣。係啊，實力相當嘅時節就會讓你嘛，就會有一些哈，就會想說你幹嘛來參賽？開玩笑啦，開玩笑。他這個還是你後黑後師啊。你是說燕峰認為浩源幹嘛來參賽？對啊，他們瑜亮情節，看不出來嗎？有一點。像有一些咧哈。有一些。好了，比賽之前介紹我哋評審欣賞。史詩比欣賞，尤少奇欣賞，馮碧樹欣賞，陳碧儀欣賞。你想有冇怪嘅嗓音？今天怎麼沒有青蛙的聲音？對呀。OK。對，好，等一下再請他們出來。完了先唱一下俾新來嘅朋友。新來嘅朋友來自新宿新逢，朱家謙，我唱無言經驗。一唱來過啊，你節目有來過。嚟，彈翻啦。也在夢中有個迷夢，老地重溫求夢，忽然間愛上過來，枕邊一片空，心肝跳水重重。幽默難形容，相依離開愛無樣無種，心愛的，心愛的，相信你愛比酒濃，何苦流浪心痛。也在夢中有個迷夢，老地重溫求夢，忽然間愛上過來，枕邊一片空，心肝跳水重重，幽默難形容，相依離開愛無樣無種，心愛的，心愛的。
阿头哥又来了，这么很给阿头哥。青琼人那个陈云涛啊，哦，阿头哥啊，陈永涛老师啊，跳那模啦。当你喊喊用个啥？哦，跳那记迄年的偶像啊。唔系，唔系啊，唔系，唔系，你讲唔系哦。足球金童这样的偶像，贝克贝克汉的哦，10多年了呀。哦，真的哦，哎，很有型，型男型男。唔跟呢足球因为高状态啊。哎，冇啦，撞球搞啊太。啊，撞球高啊太。特别世界足球杯间冇有啊，有对啊。哦，冇啦，假咁。假咁谢谢，谢谢。有赚到钱吗？要不然没爆冷门。冇，哎呀，10赌90冇，真的只有冇，哎啦，是脚踏实地啊，脚踏实地，好冲过哎啦，小玩啦，哎啦，错了，你冲过就冲了啦，系嘛？又机会转来咯，吼。哎呀，之前来过嘛？有啊，3年前来100。3年前，3年前来100听听吗？100听。啊，请假就转移了，哦，300。300啊，我记得之前冲过冇也被安利开呢。系啊，真冇青岛的感觉诶。咁我有限咗看梁沙窗啊 ，YouTube 都。梁沙，哎呀，梁沙窗啊，老师형용啊。梁沙，哎呀，乱讲八听听来。阿峰哥啊，那你讲我都没冇办法分加分啊。对嘛？分数送出去了呀。哦，嘿，真的，我知道基本堂也清不稳呢。佢之前比赛嗰種，這個 pitch 較冇人準，較冇人準。咁樣咁樣動用咪多誒，唔啲誒，動問。平時先咁講嘿，就感覺上好像就是一個傳統歌手在舞台上衝過。又做到暗用，大白都做到。我就看到他，我就想到我自己。你還有啥時間啊？就覺得我唱歌是這樣嗎？就是很傳統。沒有，你唱歌更傳統啊，不是像安朵哈。哦，唱詩篇欣賞。好，剛聽過今日當歡喜看到人做嗰陣來比賽，朱家昌羅哥還有金阿講嘅吼，我記得唔唱過嘅上次來比頭前啦來比賽時節嘅上次我還記得，我真嘅還記得，真嘅進步當到，嚇要歌唱嘅實力啦，全部幫你練出來，喺我知道真嘅當好，技巧嘅部分唱音準啊、節奏啦、係節拍嘅部分，今日聽起來冇乜嘅太嘅問題，嚇，有講一般乜嘅建議嘅方案，想講究竟個是看嘅啦，嚇，因為對我看到人嘅外形來看，我就覺得你是一個很豪邁的人，好，所以有時時可能你在判斷一首歌嘅表情、感情，要用來表達的時間啊，可能有時可能要表下自己個性來看一首歌曲，所以你唱一首歌曲嘅話，家己底背表現那個歌詞的方式啦，可能我們要有一點憂鬱的時候，你在歌詞的線條。還真的要讓人家聽得到有憂鬱的感覺，你像憂鬱的地方啊，當然有幾下隻地方啊，可能像音樂歌嘅部分就挺重誒，因為佢本來他就是一個主歌嘛，哈，給予他領導的方式，所以希望講音樂歌噪音昨夜有隻地方可能一進歌太重了。那我們如何把它放輕？好，難怪呢清明亮機啊，知道你應該可以做得表現更加好嘅地方。樣板講呢，因為應該講人嘅聲音來表達嘅後背啊亮機應該係當好嘅。唔過呢天機咧就係講相信愛愛比酒濃也幾有冇？其實你做得比較強調嘅，本要隻階梯再踩上去，做後背嘅機何苦流浪心痛？何苦流浪心痛？也嘅部分，你將搭上去本人嘅聲音搭拖。你想要表達的情緒、情感的波，你會做得更漂亮。剛講過哈，3年前到3年後，你真的讓我很驚豔誒，真的差好多，真的好太多了哈，真的好太多，係真的好太多了。我知道尤其喺夾嘅台風，不過比頭擺更加穩健，這就我看到我係清好嘅地方嚇。好，謝謝哦。謝謝老師。他們用職業歌手啊。係啊，要做那樣，識到做那樣，係啊。還有 T-shirt 係啊。好了，來看一下分數啦。我看一下朱家傾嘅分數。哎呦，93.5分。哎，你嘅比欣賞分24分哦。哎呦，哇，很勇哎，24分。你也是喜歡傳統的味道。真的哈，還是羅哥也是你的偶像。我算按度哎，因為吃到
迄准备好嘅，三步要做到懂后，唱歌每一张尾音很准，尾音全都收得很漂亮，然后每次都感情就整个很好的表演，所以我就凭着我的感觉去帮你。你是媳妇啊，就乱听啦，盲按就对了，差点25了。不过还是都应该係可能真經有動到嘅準備，所以係知道啲舞台上真經就係動好嘅一個表演，所以係知道分數就會按用。專業表演啊，對，很慎重的回歸，謝謝，有專業的感覺，對呀。哦，是嗎？謝謝韋盧老師，跟你醫生辛苦，加油哦！好吧，加油！謝謝，好，謝謝，回座休息。也可以啊。哇，馬連背影都好帥，真的好，有冇？哦，至於然後有些熊丘好像小一版的那種感覺呢。這就是傳統味。就頭砍掉的話，衣服都很衫褲跟紅縫嘅，有槍嗎？有一些槍哈。就是舞台裝啦。係啦，有準備好嘅。好啦，沙下來。沙下來，入小球帶來將心比心。來彈我啦。我講伊也真分離，每日來相見，心跳如家己，將你念念裝在愛界心，愛陪你改你，心中在你改心裡。见莫见莫要緊，將你愛相思。如愛見面，如相依親，你敢會殺透心？你要聽愛改心，愛愛無真。感到你見，面不怕無分離，恨愛用半天，騎頭三尺繞生命，將門對愛更有過去，如愛見相依親，你敢會殺透心？你要聽愛改心，愛愛不真敢感到你見，分不怕無分離，恨愛用半水球歌，對，好，一條歌唐突感覺哦，阿彌陀佛。係啊，哦，有些嗰種誒，有啲復歌嗰種感覺。有些嗰種感覺。流行歌曲嘅復歌。係啊。哦，嘅節奏嘅部分有嗰種還有個旋律的部分。溫暖度，然後有嗰種嗰種感覺。你特別喜歡你歌嘅？梁老師嘅歌。有當到好彈嘅咩？哦，有係梁坤婆先生嘅歌喎，係啊。梁坤婆先生嘅歌嘅。佢係用海陸唱，海陸強嘅歌。佢海陸音啊，佢海陸音嘛。先做別譜啊。哦，別譜呢片。佢唔唱係用西演唱，係用海陸唱。海陸啊。海陸嘛，對嘛？哦，唐傑老師，有咪到一條歌曲。係，我知道係。人家聲音輕有磁性，唱兩種歌嘅特別有。
感觉。对对对，啊，梁文武先生是读过吗？读多礼拜，三四年前了，嘿，到诺贝尔比赛时，哎呦，读过，家替他做评审。哦，啊，有去李大这部，就老去翕白相嘛，翕相哦，政治就人来介绍啊。本来喺外国去的，都没其实身体无好啊，无好是状态无够的啊。本来去体学，佢身体无好，真无够。啊，迄落就无机会咧。即梁文武先生对安尼客家贡献也非常的大啊，不管流行的也好，传统的也好，对对对，系啊。好啊，希望佢嘅精神永遠留下來。唔錯，客家嘅精神。好，來請你客家嘅蛤蟆老師。好，秀秀大哥哈，今天唱那個將心比心啦，我感覺吼，就因為客家話吼，其實語言咧講較多年嘛哈，海豐咧講較少，所以我特別聽到有唱海豐嘅歌曲嘅選手吼，我要特別的注意，就是這個近12分的敬意哈。要咪講咧，因為特別哈，你唱西演個轉到海豐以後啊哈，那尾音通常哈不好處理，不好處理，送一些沒有因為律師的情況。那我剛才有跟佩樹老師這邊聊了一下，因為佢講海豐的嘛，我講我們西演冇嘛強樣，其實秀秀大哥，你要規則的單音啊、拍子、pitch 全部當好，但是你要特別注意，就是講你那個聲音壓喉音啊特別重。假如講做戲，那唱戲演呢，哈，那歌曲可以向下的韻味哈，很穩定。但是我哋有發現到說，我們那個海豐的每個尾音要往上，好，所以那邊有建議就講，那個尾音往上的時候，假如我唱海豐的歌曲的時候，不要抖音，好，妹不要妹。為什麼？因為你一抖音的時候，哈，你就比如心意分明，平音就好了，不要分明，它就抖掉了，把音準給抖掉了。其實整個架構，我覺得你自信度嘛，該單音、pitch、拍子、咬字都不錯，笑容、肢體語言，哎，這個比上一集進步多，哎，看得出來哈。但是比較可惜就是那個尾音那部分，因為兩百是唱海豐的，所以呢特別注意。其實冇乜太問題，就是這個問題，就是要把這個語音，剛才講唱海豐的時候，把語音拉平，不能抖，一抖的話，那個尾音好多個地方就有點跑音了。哈，給你個這些建議，好，加油！好，先生，很直接哈，也要注意的部分。好，來看一下人家分數哦。好，看葉小潮嘅分數。分數，你好呢？有些唔一樣咩？我一點唔一樣，唔怕，先看一下。先看一下，好，安住先，好，坐一下，先等候休息，好嘞，殺下來。殺落去古秋亭帶來油桐組合。當然啦。一三年連續一三年，唔是新鮮便宜。剛在唱的時候，我就注意整個的這個環境的感覺，給感覺哦，我特別看到我們鼓手老師，他當做自己的獨奏會在打的感覺，比你還有情感。投入哦。導播有沒有帶到？對啊，你這給他真的是用生命在打哎。
请问先生。哇，秋婷姐啊，先生好，两位主持人好。通州很七嘎杀鸡哦。有那个兰波老师在有跳这首，跳歌那你编给舞，你为什么不找浩源帮你编就好了？哎，冇啊，要请对啊，我有跟那个 YouTube 地方都有啦。哦，有还有地方哈，对你刚跳的还蛮有味道的呢。对啊，对啊，还蛮美的呢。对啊，亲切印象哎。对没？对啊。哎呀，拍摄。你平常时都会唱给还有感情的歌哎，唱这种今天轻强调的歌有没有轻松一点？对，很有通州没出来。嘿，以前特别抖幼稚园告诉啊，都要带动唱这样，教小朋友带动唱。哦，哎呀，秋婷姐是客语家庭哦。系啊，对，不卡都会讲客话。喂，我講成日咧冇嘛會講啦。哦，咁會唱嘛？嚇，會唱嘛？唱歌啊，會哦。唱歌咩做得嚟比賽啊？哦，同家妹唱下邊下。係冇興趣，聲音咧。係冇興趣，係冇興趣啊。哦，就鼓勵下呀。聽得來啊，係啊。記得要考科語認證啊。同你的工作的看國民故障哦，對，好，黑毛哈，可以是一個誘因。好，我回去鼓勵。哦，對，轉移鼓勵。其他都想，做嘛想去考科語認證？不能鼓勵。黑毛。每個工作上有需要。哦，什麼工作為什麼需要？因為這個新竹縣政府當推客語啊。哦。我某一度新竹縣政府上班。公單地你不會讀就抽。所以縣政府督方的工作人員要去。喺當鼓勵。可能請鼓勵啦，鼓勵點冇強制啊，環境這樣子，對，鼓勵啊冇強制啊，沒有。新竹嗰片嘅鄉親朋友們請到客家人啊，頭中沒有提起台灣分做客家人啊，就是客語友善環境。縣長當推咧客語，對，就鼓勵大家去考認證。做的。新年嚟講咧，你像我較新年咧。唔肯講，唔肯講哦。搞不康啊，同嘛牙未講客，其他就會談，但是談嘅事，點解就你講嘛嘅？但是唔肯佢講，同佢講客佢唔會煩。哦，真的哦。對啊。阿羅媽媽同佢講，佢唔會。羅媽媽一開始咪哋講客，細細講客，但是佢用國語翻譯的翻譯。哦。對啊，久了以後，變台語會被同化嚟啦。哦。會被他同化掉了。阿婆會講國語。對啊，阿婆她從深夜就開始講國語，冇辦法啦。大爽。係啊。這個沒辦法，這真的就。反擊關係。係啊，講真咧，係冇嘢客家台哦，客話都慢慢的跌退。就冇咧吼。你們出去都不會接觸啊，全部講好咯，啊冇都講華語啊，對啊，較少接觸到客家人。但是我們用啥當強誒？講客語講到當長，我就當強哦，亂講啊！唐家會唔是唐哥家會劉強嗎？唐正經的會劉強啦吼，批註先生。秋天姐你好，先生好。今晡日呢，看到你還冇強容嘅用哦，係啊，動定一下，未當活潑。你從兩條歌吼，大家嘅每日係押韻，錯嗎？我會感覺有啲是還冇下清楚，書法、拍灑、兩灑。其實兩個你愛上兩個時呢，其實我哋口型係上下開，不要左右開，是上下開，不用那麼大好嗎？就是就是你要吃兩隻蚊子。就是你會上那個有一點會像雞蛋形狀，那樣子發出來的會最漂亮。我會覺得如果漂亮的話，其實你的尾韻就會收得很漂亮。然後有小小的建議兩句，一個是呢，以眼為你開發兩句，你的後面會加一個 o， 對不對？你會加一個。對，有加，有。依然為你開發，對，你如果到這個跟 o 之間呢，你假設一個斷掉，再重新 o， 你取可能我用音。依然為你開發。會感覺下清楚，然後你的氣也會比較多。好，聽第二句是最每日嘅年為下，年為下，對，然後你會加一個哦，對不對？
V 哈 V 嘎，对 V。如果你这个哦哈 V 嘎，聪明都唔记了，笑不了。嘎是你从那个 O 跟哈 V 卡嘿断掉，会用慢音。因为哈哦哈 V 嘎，哦哈 V 嘎，哦哈 V 嘎，你唱这个 O 它就会有一个惊叹号的感觉。你如果是哦哈 V 嘎，就会觉得哎很黏，没有觉得说是人人为客，哦客为家那种感觉，你会有一个语气，所以连着唱断掉。感受就会不同，小小建议。真的。好，来看一下分数。好，看一下顾秋婷的分数。辛不辛酸？好，点是3分。恭喜，我做对喽。来做休息哈。好嘞，沙雷嘿，李彦鹏带来爱掉嘅惩罚。来谈啦。你觉得没有压力？对哈，错啊！点都唔做避免炸时间，还有压力咧。抽睇鸦片6罐，用唔冇压力哦。咩係哦？係啊，喺上個我已經準備好咗。個冇壓力，你看抽咗鴉片6罐，有冇冇壓力哦？沒有意思啊！因為下禮拜我把那個準備好，然後下禮拜2條應該自己下給一聽，然後請來給小提琴的朋友看下來，沒有冠軍賽，然後說算了啦，下一排，我本來已經排好，排成排好了，結果本羅浩然斬斷了你的。那你現在有問題啦？成名之路，因為上禮拜應該氣感冇衝好啊，因為衝到該放棄真實，因為有運動家嘅精神，衝到該放棄，對，比賽就是這樣，必須本就按樣，衝自家嘅偶像嘅歌嘛，係嘛？係啊，唔過後輩冇衝好啊，就冇要緊啊，就必須本來就按樣，嗰時候
就爱继续行快，用清好哦。演风其实平常时嘅身份咪清无限嘅。用办。佢做好上嘅要来比赛吼，啊，佢还有做天台呢。天台，错嘛吼。客家。对，报道还有客家，还有讲客都有。都有啊，哦，两个地方都有。唔过冇改到啦，可能一整日100，反正报道係2禮拜100，然後講客係每禮拜100。每一張嘅100，有時陣有埋嘅愛宣傳嘅演唱會啊，或者係出嚟嘅講啊，就會過去同佢哋講昨天唱嘅去上節目。哦，順沙兩次講客家話啦。至少可以你濃厚嘅。做廣播好客家話清。係啊，要個昨天說是青島人，嗰時候幾好搞。好搞。有上個認真哦，真係。上到好按多東西。對啊，懂認真。還有上個評審先生。來。陳 V 先生。一條歌係算係 shuffle swing， 就係有一個律動哦，律動，動重要，所以去唱歌嘅時節，雖然一般來講唱嘅算係動好咧，不過有時候呀靈魂還是要再更進去一點。大概每一張詩嘅它的那個長短，會有一些嘅唔同樣。不過我唐兒唱嘅都還蠻一樣的，很平均。我做得唱較好，我知道燕鳳兒嘅半假音跟那個假音同好。我知道要係同好嘅地方。當然你要歌曲要有層次，要再上去的話，我知道你做得參考米卡，還有len卡。也兩隻外國嘅歌手，記得用呢個曲風唱嘅係同好。TC 就係你嘅華音也是很舒服，這個是也係同好嘅，所以一條歌唱嘅算係，就係華音嘅那片。所以嘅律動還是要再抓一下，所以去彈一些 jazz 嘅音樂，靈魂會進去，加油！好，對。你現在就是音色很漂亮，很乾淨，啊，聽起來很舒服，但就是他講的那種靈魂啊，好，大眾曲風有大眾曲風嘅精神裡的。對，好，來，看一下嘅分數啦，看一下李彥鳳嘅分數。好，來。兩位老師給你24，竟然偉如老師冇分24，哈。也憑直覺啊。個要求可能再更高一點。喊做得喊下好啦，係冇。哦。唔過分數咩清過咧啊？應該係送禮拜現場嘅。後悔了哈。他一直這樣耿耿於懷。浩源現在已經開始緊張了。係啊，95分呢。對啊，一起來介紹一下沙下來羅浩源。本介紹。係啊。羅浩源。我送嚟好朋友講的一個132練習132。好，132。好啦。練習132。愛滿路電風，暗夜嘅牛盤的水，愛滿夜空。了你用汗走出來，愛滿時間行安久，用無限開，愛滿的談氣無言的。132練習132，不是新鮮便宜。132練習132，面對所有的事情，要會去死。可以去碎，想笑就笑，想叫就叫。
yourself. 上交手交。一分情后。哇，好有味道的。我会冲个一分情后。而且你刚刚在唱的时候，我就注意整个的这个环境的感觉，的感觉哦，我特别看到我们鼓手老师哎。 哦，他当做自己的独奏会在打的感觉，比你还有情感。哦。导播有没有带到？对啊，你这点他真的是用生命在打哎。鼓手老师，你知道吗？你特别喜欢这首歌是不是？好有灵魂哦，很有 feel 是不是？所以是他唱的有 feel 还是这首歌有 feel？ 哦，都很有 feel 哈，很会做人，不愧是小天老师的班底哈。讲话一嘴胡磊磊啊，胡兰嘴。没有，这首歌真的很有味道。哎，真的啦，真的你唱的也好。 对啊，谢谢。老师们也是那种情感面，哇。对啊，那个用痛这些。对啊，那个吉他痛也好好听哦。对啊，我就闭着眼睛欣赏。还有两条狗要给冲的清后呢，给他一分。那个整个塑造那感觉。要唱好也不容易呢。不容易啊，哎呀，功德就是一个又会弹又会唱才子。对，很有功德的人。对，这首歌蛮内敛的。对。我在比赛前一天我不敢练。你有哎？你有吧？上礼拜，上礼拜还有这礼拜的歌。 因为都太黑暗、太忧郁了，我就一直把自己关起来，一直练。敢不会忧郁吗？不会吗？有一点。两条狗会喊酸。我发现其实你也不用太练的，因为我每次看到他哦，他坐在旁边也是，大家在唱，他也自己面，也是就很活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。哦，真的哦。对，我觉得后面。他进来冲的时间，你在走嘛该？ 在找我的 key， 就是因为一直听人家歌会跑调。对，我就这样很奇怪，好像别的版本都可以唱。一直听人家歌你会跑调，有没有奇怪？哎呀，别人在唱，你看都可能跑边唱，没有给。他就盖住耳朵，每个人的歌都不想听。对，不是我们那个几个卫冕者都在分享，就说第一个唱都好幸福哦，就是你可以唱完对不对？然后可以自在听大家唱，对，然后越后面唱就是会压力越大。那你就不要卫冕就好了，就没有这种压力问题。走，对，你就大概唱到90分、91分的水准，一直留下来，或是92分，这是硬流。他才不想，他才不想哎，搞让我连续10关，好了，冲出来，向视频欣赏。对。哦，浩源，哦，真的很不想比赛，没有，真的不想看，因为你这首歌真的是表现得太好了。我刚刚唐罗哥看鼓手哈，真的是我真的太可惜没有看到，真的。然后刚才说黑光要吹啊，他已經給了浩源的一個非常好的起頭。浩源當然他一定要聽嘅實力來彈嘅前這位部分來感覺啊，本次嘅投入到也數歌曲應該有嘅想法嗰個感情。所以你整個前面的鋪陳實在是太完美了，我好喜歡你前面的那種想要出力又不願意出力那種。有那種慵懶，想要達到那種感覺哈，那音準還要維持，真的很不容易。那種要唱不唱那種感覺，真嘅當真的。講亞嘅地方，講來方，其實我對這位部分是會比較要求，好，真的會比較要求。好，其他部分就像我上在禮拜，我彈唱誒，我主播人講，真嘅進步同到。前2班我就知道，好像就差那麼一點。可是你從上在禮拜你就開始改。都壓在禮拜堂都壓數高腔啊，之後穩定的非常更穩定的，還有加上其他優勢，你的聲音。來講馬個建議發出去講，我覺得是在副歌的部分的厚度似乎推太重了。我覺得可以再輕一點。既然收斂了，你突然之間做那麼大的級差，其實有含有壓數高腔嘅加個歸屬高的韻味啊，就是我們整個樂團給你的韻味。你如果推太大，你會跟它融合不起來，你反而會脫離，會整個剝離掉。好，你必須要貼住，樂吹本嘅 balance，然後你的歌聲啊要搭上去。那你在搭的時候，你就要隨時注意，你彈樂吹的部分都帶本幾多分，你去加上去，唔好去給它跳到別的地方去，再回來，按的話會產生極差。
哦，会产生极差。所以我希望讲，既然有安尼实力，我知道后波应该会更加有、更加本来就看到更加好的表现。好，只要稳住节奏。因为刚刚几乎是听不太到鼓的给你的一个重音，你如何让自己稳在这个3连音的模式，也还懂冲腰给。好，所以你在听的时候，你要注意到，你在副歌1-3年练习1-3年的时间，其实已经开始有点飘忽了。你如何稳住，这个要很小心。你如果要在这里面做 freestyle， 你要更小心。OK， 因为你不能把这个精神跑掉，要注意的地方。好，什么？要条歌真是懂上去。来，现在要请燕峰，抢燕峰来到舞台上哦，然后来看分数喽。哎，表情控制，表情控制。好了，看来看分数了哈。好来，来看罗浩演个分数。山歌今来唱。真的有较好。礼拜然后，哎，不然你的歌王on咯。比上礼拜还要会上。真的哦，还蛮呛你啊，呛啊，谢谢，这样很好了，这样很好了。有一个建议，我会冲得后就后了啦，你去改天空就好。保一点，他代表我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保重本事啦。好了，看好了看分数了哈。好来，来看罗浩演个分数。强分，安永就会浩演而选等送避免在暂时登上卫冕，所以你们俩是平手，所以今天没有产生卫冕者，但还是给你做哦。好，哎呦，先抢浩演，暂时坐上卫冕者宝座，来鼓掌。哎呦，传统只会破108岁，上礼拜迄评曲评剧，无人卫冕，卫冕咋分数较少，哦，还有2位94分，嘿，冇错，所以就冇产生卫冕者。根本因从头来歌就出来了，哦，从头来歌，哦。全新的曲面啊！哎，冇錯。係啊，嚇啊！但是今日沒有看到一個新的朋友來參加比賽。哎，冇錯。那比賽之前，俺哋介紹你金牌嘅評審團。好，林贊義先生。好。李秋霞先生。魏振炯先生。曾明珠先生。好來，欣賞介紹題啦，馬上進入今日比賽。TV 嘅新嘅朋友來自新北市縣梅帶來評判。來看看啦啊！
欢迎又转来哈，又转来哈，两位主持人哦，哎呀，新年前又来过一拜了哈，新年前108年，108年，也112年啦，对呀，对，記下就係啲過民國啦，也不能就民國，民國啦，不能就係新民國，我也係新民國啦，錯冇咧，特別講西元啊，對，四年前，係啊，有疫情嘅關係，遷就冇來咧，係嘛？係啊，遷就冇來，來中國歡喜嗬，歡喜啊，吃菜呢，係啊，歡喜啊，啊，啲人生當中咩都留下當好嘅美好嘅記憶。對嘛？哦，對啊，係啊，女啊狗啊，衝過要身體要健康。係啊，你嘅節目就本太子家來兩片，撩嘛狗啊，強鬆衝過啊樣。安和舞台咧，你之前嚟比都有一道關嘛？比到3關。3關哦。啊，這邊國體。PK 是啥哩咧？哎呀，這不國體啦你啊。3關咩不多吧？係啊，他拿好高就好嘛。係啊，現在好高啦。係啊。可能見到邊國嘅。我都記得不查。係啊。從翻譯來撩就好啊，動作來撩就好啦。唐人你欣賞講看啦哈，人哋讚意欣賞。第一拜呢，我到啲阿先冇知哈，係看人嘅行道嘅哈，就像貴婦型嘅樣。貴啊，非常嘅要貴氣啊，謝。人生都一樣哈，慷慨。然後，人哋本質㗎有痴心心，從過窮樣，從來到依個都當歡喜嘅創咧嚇，因為同佢感覺就會甜啊。然後呢，入面見面嚇，口型啊無清爭，就像嘢是糍粑一樣啊，吟潮咁樣嚇。所以嗰個邊都係要見面感覺一樣嚇。雖然講呢度唔係講發生當真嗬，即係你講法咁樣，就像你阿講法咁樣，誒講啊談得清清楚楚，啊唔是講啊一天都看視頻啊得談嘅事，就像唱歌咁樣啊。你講阿鳳姑咧，我今仔咧唱喺歌上嗬，吸出來嘢就會爭，爭嘢談嘢就會當爽快。啊！唔是去當負擔當重啊，非常好啊！呢個希望呢，下邊佢要機會啦，就請我加油。嚇！請我做發生冇暗地嚟，將佢哋含得壓落樣嘅。好，送我。上一個清清楚楚嘅抽人老師部分。對呀，佢見呢個歌模。哦，看下分數啦哈。好，分數下來。看下5節模嘅分數。90分輕難講。對啊，唔係好嘅分數。冇輕過啦，冇算輕過啦。唔怕啦，來撩啦，係啊，來撩啊，來撩，來看看他家。係啊，上嚟入舞台啊，係嘛？我試下偏檔，係咪？係啊，走啦，送一下天使，好啦，好啦，什麼，先休息哈，歇佢下。哦，叫佢耳環吼。係啊。我一直跟哦，好散，金髮，跟邊那樣做金髮。好嚟，沙嚟，沙嚟係煮水就帶來3個字。糖噶啦。
哎呦，真的帅哥美女，有啊，真的有看哦。礼拜然后，不然你的狗往on咯。比上礼拜还要会上瘾。还蛮呛你啊。这样谢谢，这样很好了，这样很好了。有一个建议，我会冲得好就好了啦，去改天空就好。搞一点还带保护。哦，好啊，没问题啊，保重本事啦，还要卖种了。中的哦，老个同意交工咯，周办的卖。其实我们的是中的啊。就是糯米啊，不是送给个饭条个铁条啦。饭条做的饭条。注意包来本。基本上冇咧，冇可能是这个要调身。亲朋友嘅有情缘啊，情缘枝啊，佢炒嘅菜錢呀，哎呀，佢炒嘅飯條，好吃哦，真好吃咯。佢炒飯條，佢放到嗰啲茶葉，茶葉放落去芎下炒，一啲啲人炒，哇，很香。係啊，差別吃看啦。係啊，好，吃看啦。哦，真的嗎？炒不給你吃哦。哦，太感謝老師先。國寶老師也可以吃，超嚟太假實，太假，對啊，工作。你有樣啲嗬，有起來哦，知道，做到，當然咯。係啊，這個錄影為證哦。係啊，係啊，還是誰哦？好啦，安尼衝突嚟，唐先生講評。搶秋啊，先生。講到說大家更流口水啊，都是那功夫要多啦，體條哈，其實屬於堅果類，對身體清火啊。水餃哦，水餃啦，餃啦哈，講老實話哦，你幾禮拜有進步哦。阿鳳搞嘅哈，阿姐啊搞嘅講哈，應該嗰種嘅有本去線上看咯哈，應該我那乜個胃食道逆流哈，有漲，唔好像前幾十斤倉啊，尊嚴當道啊，哎呀講你話食唔到，有咁嘅感覺，啊今日倉有用完吐。你就本日一讀咯，你真嘅按到3個有進步啊！從個人嘅表情啊，親好啦，親自然啦，哦，加你 TV 你先媒體啊，佢多些會講嗬，冇做健康嘅俾聽啦嚇，你看條線，你從個你自然表情自然嗬，你有分數哦，真嘅嗬，你講話從個嘅口型啊，母語嘛啊。哦，客家母語咧，50字練背熟，最順，記得樣板記實100都記實，記實記得，數，標你非常重要，因為講大家時間是輕標，還有本你數人就唔啦，你希望你咧參賽者多能夠注意，有進步咧，加油！謝謝徐夢老師，謝謝，加油！進步了哈，謝謝帥哥。上禮拜多份。上禮拜90分，記得咧，91樣哦，91天哈，韓版一禮拜看有加分，可以哈，看下做水就嘅分數，正常嘅分數一多分，看一下，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謝謝老師。真冇嘛進步啊！有啦，2.5分啊，91.5分。啊，真的啊！係啊，天天嘅來嘛，嗬，天天加上唔怕啦，控制自己嘅上癮啊！謝謝，謝謝，合作休息，知識完之後留下來啦，嚇。係啊，應該冇問題嘅。好，沙來，沙來係陳小鳥帶來平白，旁過啦。因為這一首拿當多拜第3名，先生講一首歌唱到拿到第1名才好玩。呀，目前呢，我就是還沒拿過冠軍所以我的目標很想很久，當上沒太明顯的啦。
哎呦，小有志，哎，两位就是你。你敢有向先生教啊？有啦，有啊，有去上課你嘛？有去上課啊？有哦。中國啦，講法上有乜慘？係咩？中國咧，講個就有咯，係啊。佢講法上有迄啲帶。係。你中國嘅上映會上映嘅，嘿。講法像四廿個嘅啦。啊，唱歌唱四廿字。冇，講法像大媽。大神，精彩啦！全部講啦。唱歌種俾四廿字嘅，奇怪用啊！雙聲帶，雙聲帶。哦，解釋得很好，雙聲帶。雌雄同體，係咪？哎呀，唱切厲害啊！係啊，係冇？係啊。啊，條下先專心聽唔唱歌。嘿，因為先生教，先生唱歌較共鳴較高，所以你就要學佢啊，係喎，係一種感覺。咁咩要爭啊？先生樣扮教，因為唱樣扮唱。哦，係啦。先生較會牽上這種，就較會牽上。對啊。牽上，沒講牽上大你哦，我牽上哦，我講伊講樣扮嘢，我嚟轉轉，樣扮嘢我嚟玩戲，係啦，就爭啦。嘅聲音咧當講，係，再繼續練下，應該是講法能可以種無強用嘅感覺。無對數，無對數，真係。看先生迄樣樣上嘛，薔薇先生。這唔是從了平板。事情兩位主持人那個按落去了，同迄個曲調的郭代潤，韓腔嗰度全部非常的好聽啦，哈，聲音也非常的好。當然台風小用嗰度全部嘅，我哋講咧是為了你好。頭先主持人講，你也先這位就好好過的，所以聽一句三萬大餅大，韓國提示佢單音。你係入聲時重音字，你係短促音，恁叫講大係話要音就個傾起來，唔好用拉音嚟講大你先至會喊好，繼續嚟練啊！哈。好，謝謝謝謝。哦，沈先生。真的，繼續在練。那什麼，莫看本書。唔啲看到唔係咪哦？見埋書唔記得你話啦。做嘛？看到你唔啲講話，嘅角色只有得看。更直接。看到帥哥緊張。係啦，所以看到激動啲。看到佢緊張之前做審理嘅時間，那個那真係強啊就唔係哦。哎呦。係啊，老二還冇安全感。哎呦，哎呦，你就超累啦！讓人沒有安全感的男人有魅力。真的嗎？真的。那會被告哎。隨便講講，我只是說你有魅力而已啊，有很多周買嘛。哦，好啦，謝謝你啦，看一下人家本書啦哈，看一下陳秀玉嘅本書。好嘞。必須你不要帶一份。帶一份，謝謝。我說完同學，加油啦，加油啦！太緊張了，你看。羅根，鴉片行。可能係嘅。奇怪，我唔好本人壓你啦。好嚟，沙下來。沙來，陳彥梅帶來三個字。我哋等下啦。莫記了長那
金奖呢，杨柳青还有赏哦，有样哦，有样好黄哦，好黄哦，哎呀，你今天带财，带财啊，对，罗哥亲喜欢跟谁的？哦，他最喜欢黄色，谢谢，不要这样了，不要，最近这个议题，不要有桃色就好，对，黄色很多的啦，不要有桃色，黄色带财啦，你有选命有选歌是吧？有，哦，所以你今日唱一条歌也有选命选歌，有去拜拜。呀，首歌诶，爱唱啊出去比赛就唱的啦。歌词。哎。哦。也因为这一首我拿当多拜第3名。哦，真的哦。哦，咁唔可以揾歌詞，咁揾歌詞可能聽一名呀。先生講，一首歌誒，唱到拿到第1名就好玩。哦，先生用講哦，可以勁衝啊用。咁你願叫唱一隻歌詞，唱唔到第1，那樣辦？目前呢，我就是還沒拿過冠軍而已，所以我的目標很想很久啦，當上咩太明顯的吧？一條歌詞，迄假使講真，你咪唱到要做咧操縱伊，表示就因為要首歌曲，我比賽家下唱所的時間有個1-3年就覺得呢，你這首唱得很好真的哦，是我寫的歌詞哦，一當歡喜。你唱嘅歌詞。我家下正入門啦，他忙懂了解狀況。結果後來他提過，原來3大調3歌也有所謂的作詞。對呀，跟流行歌一樣。對呀，這些老師也做了很多詞啊，作很多詞。流行歌我哋有作詞，但是我唔知講山歌也有有啦。所以講因為咁樣，我兩三妹成為好朋友，當好嘅朋友。所以你就答應他一定要唱他的歌詞，唱到大頭名為止啊！佢講唔准唱嚟嘅，盡量唱到拿到頭名來。他很聽話咧。哎，真的呢。你很忠心，也很執着。對啊，哎呦吼，聽說有2條歌會大頭名。冇結場啊！可能根本做的因為2條歌抽上去嘛。先談公平，好，請民主先生。好，因為自動成詞哈，流行歌有創作嘅，有作詞作曲嘅。你傳統嘅咩有啊？係啊，冇到年咧傳統嘅山歌歌詞喺度來，有咩鑼鼓年年見傳下來啊？家下正學下唔啲啊，唔怕，慢慢咧，你做得 keep 住更加豐富嘅嗰種嘅知識，4等年咧，隨時做得拿出更加好嘅文詞出來，將來你要會作詞。也啲做得，係啦，慢慢學習，今日唱呢首人生短短無結長，牛屎千張，上有咩有改進咧？冇按沙啞嘅上，冇按緊張嘅。係啦，我看你嘅面色是低嘅啦，唔會面直直嘅，按樣人是比較平常心嘅，按人先生咩都個親安樂意。謝謝。所以呢，繼續個努力，一擺，做得爭取更加好嘅分數，按樣人呢，讓我更加成功，好嘛？好，謝謝。什麼先生？好，安子姐，做得透露一下嘛，給歌詞問一下。傅麗華小姐。傅麗華。佢請問下，佢都有甄選歌詞，佢都有拿到。得獎就出來哦，厲害做生意。傅麗華跟美麗華有什麼關係？一個姓美，一個姓傅嘛。你不知道嗎？一個姓美，一個姓傅。好了，看一下給分數。看下整天某一個分數。謝謝老師。哎呦，終於看到。很難講哦，會不會很不能一邊走。我忘了不好意思，94.5分哦。謝謝。你是把它看在沒有看在眼裡哦，放在心裡。好了，交朋友嘛，好了，謝謝。安子姐，先專業當中抽，也可以。等下上個地方啦，可以他的抽從裡面再播。好了，殺下來入邊。殺來，係一天叫帶來羅山歌。對，騰啦。
笑面喊吼，真的哦，哇，双礼拜会强到哈，强到，真係強到，兩禮拜有人強冇？誒，較長一些咧，哦，較輕鬆一些咧哈。哦，係，看到嘅油嘅模可能是會較好咧。看嘛油嘅模。模型嘅東西啊，你有辦過？模型東西會囤天數啊。真係㗎，係哦。以前難怪人係健康，從頭青豆，家家吃到肩頸酸痛有冇？好重。哦，真的哈。你又是讀過？以前啲個夜來飯店上班啊，上班，我愛去個山路行過個你講個夜總會啦。哦，我見過都會經過啊，對。啊，有一擺啊，都聽到同事講，佢嘟嘅下要請嘢嚟呢。啊，佢都講乜嘅？佢吼啱補頭下班啊，看到一隻細毛嘅坐落嘅船喺度塞肚，見叫安尼啊，啊做人嘅定講安尼，哦，所以我喺啱補頭下班嘅就行到比不經過嗰條路就錯對，我哋上班太半都冇撇條路都愛見。係，跟人家阿冇愛心，應該係一門叫啲叫乜雞啊？係啊，咁喺我看到，喺我同事看到，對對，讀到你冇一門係啊，係嘛？咋走就是了，就開了就跑了你。哦。所以啊，真的啊，頭擺真的有看過呢。哦，真的啊。對啊，鄉下地方當多啊。對啊，佢嘟嘟。世界世界。世界世界較看得到啊。誒，太子看唔到嘅，上我看都看冇嘅。誒，冇人講啊，跟他就來請咯。誒，你嘅好朋友青島哦，要尊敬一下哈，係嘛哈。心存善念就好了。這種特別嘅一個賣檳榔嘅，係啊，就是賣檳榔按部頭半夜嘛，2、3點啊，即係包檳榔嘅。誒，突然間原來誒賣檳榔嘅看到嚇到，跟人演戲有冇？哦，做戲演員啊。古裝劇哦。沒有卸妝就去買檳榔。真叫我真叫我哦，這生意啦，好在有人推銷嘅嘛，也唔是見過嘅啦。係啦，心存善念啊，吃到冇乜問題啊，係嘛？好嘞，誒，衝出嚟，那一位先生嚟講邊？好嚟，天橋機啊，可以講係法蓮之光啊，什麼先生？因為人哋按到禮拜哈，還拆掉衛冕者寶座哈，佢嗰個有母親簡單啦，因為我哋一般來講。上去創嘅人哋就嚇衛冕者全部都壓力心態。韓國呢，如果都法蓮幹過兩片來嚇，實在本人哋就會深度放嘅嚇壓力真係比乜嘢都行得睇啊！你上禮拜呢，一條嚇創嘅有啲會做招戰嘅，但是呢禮拜嚇你做輕忽啊，輕忽還輕忽啦嚇，實在講嘅，你睇唔係講面前有啲會嘅歌詞點到頭創啊嚇。可能你根本嘅分數做清過。哦啊，根本嗰時有點多條倉，點多條倉。翻過愛倉，
但是佢哈，就講伊規則嘅感覺，嚇，就講創個以後，嚇，所以我當講嘅，我用我一樣嚇，啊，了個就搞到一系列，但係係你要扣到位啦，啊，就講係喺擺喺個有機會，也希望嚇多注意啦。上台伊就一定會緊張嘅，嚇，什麼？哦，什麼先生？摄影大哥，你照一下那个陳月明。你冇知。他剛剛是笑得合不攏嘴。唔好咁好冇？好啦，先下台來，先下台來，你冇知。笑得暗湧，你也太不掩飾了吧？他剛剛一談到佢歌詞，那個點都衝，其實講嚟下。到了哦，做到幫歌詞的係嘛？係啥意思係啊？你看執着還是有對的哈。真的哈，因為中黃色有差啦，雲河。還蠻看本書的，你就說你做到了。咁我嚟看本書好嘛？哈，聽叫字好。來看一聽叫嘅本書。接觸完呢客家音樂一久嘅時間呢。有嘛？講什麼嘢？那要接觸產品嘅60年。張鐵多歲？佢都60歲，你有60年。咁我嚟看本書好嘛？哈，聽叫字好。來看一聽叫嘅本書。90分，哎呀就，你90分，佢咪有可能冇離過？謝梅子喺度。謝梅子唱咩係90分咯？哦，評分咧，基本全部留下來哦。哎呦，再留下來。係哦，再留下來啦哈。再恭喜啊你。謝梅子，恭喜謝梅子哦，哎呦，V 面踢館。來，曹總 V 面再不 V。農業音樂會，哇！今日嘅節目邀請到一位大來賓啊！太前輩啊！太前輩啊！正經啊，唱歌、作戲、主持，全部都會咧。搶門飯碗不是？唱歌買啲啊，主持有啊，係啊，係演戲啊。哦，作戲啊，等他們切緊問題啊，對你客家嘅文化貢獻非常嘅大。唱高啲啊，好，來，先等佢唱歌，等好等你開講下嚟啊，嚟有請一位。何一鳳先生。夜光夜光夜，浮浮沉沉，歲歲年年，隱隱盼盼，今夜夜光夜光痴痴戀戀，心心念念，纏纏綿綿，點起嘅夜光，點起嘅姑娘，點起嘅夜光，點起霧茫茫。
夜光夜，夜光夜，夜光夜，浮浮沉沉，岁岁年年，隐隐盼盼。夜光夜，夜光夜，夜光夜，痴痴恋恋，心心念念，缠缠绵绵，念情。讲惦起嘅姑娘，惦起嘅夜讲，惦起有茫茫，惦起嘅夜讲，惦起。惦起夜夜讲，惦起有茫茫，惦起夜夜讲，惦起夜姑娘，惦起。惦起有茫茫，爱上你，爱爱何一峰先生，我太死，对，哇，非常的深情啊！系啊，唱两歌诶，真有感情呢。哦，一条歌诶，也系老师自家创作的哈。我自家创作的，在一个安布头的话吼，我都复原继续，他们一般创作的灵感就对，吉娜姐有创作嘛，吉娜姐嘛，你很爱讲啊，才写开下来。吉娜。讲么嘢？你做得，你创作方吼，唔免样样讲，爱写味道，爱写都写出来，有灵感，他咪喺福建嘅呢一个灵感来源嘛，做神来之笔啊！哦，这都对，因为当中也係啲偏手啊。我是这时间，也体察的时间啦。对呀，那个梅花呀嘛个，也中华民国颂。哦，真的哦。就刘家昌老师听说他就是在厕所，哎，你等我一下，他就跑去厕所，然后就写一写，就梅花就写出来，而且是写在那个卫生纸上面。这真的，这是真实事件。灵感来的时间真严哦，我扶唔长，我夹夹下去了，记了，真的哦。慢慢的好。你上次民众党没做的，所以呢，帮的，哎，想哦。当作国术这样的，对，然后得有书记哦，夹夹溜起来，对，马上溜起来哈，然后有书记发哈，跟安尼音乐 melody 发哈，夹夹做安尼哦，做安尼唱起来，对，溜起来，啊，就个人就丢起来。哎，我这样用啊，三公班呀，时间用嘛，夹夹溜起来，古说俺个溜音档底部度全部都会空间音很大，都会偏手底部对，溜一节，以后会发哈，再慢慢丢起来，对，慢慢。有场时就会点线面那种，发电音啦，哈，电音这种何老师用的，都接触客家音乐，也接触一流行歌曲，也接触安尼客家音乐一久的时间呢。有嘛？讲什么嘢？我要接触传统的5、6、10年。
长期多岁，其实都60岁，你有50年，我细汉32岁噶哈，吼，其實伊咧記念啦，其實教音樂會愛紀念，就講我細細個話吼，我夾練習一定要教，而家講教漢樂，或者教民俗樂，一要8年班，各位慢慢嚟發吼，要記分啲喎，真嘅講出隻上台係千好嘅學習。哦，對，有啲話嗬，唔所以即個印典機器你要教乜嘅話，即個印教嘅話嗬，唔當，我帶人出門，對，如果見面人將戲師要麼嗬，我做頭排做生意我要嘅8年班咧，我做戲嘅，做戲嘅話我做同我對後輩話嗬，我做。我講加按咧綁險啦，所謂綁險嘅話就講人講大夫啦，醫險嘅話按到投訴險，投訴險嘅話就本師傅卡，人就退背行後背面嘅話就叫大鹽嘅，大鹽險就大鹽嘅嚇就望來，我講我做師傅做前3年啦，義工當年，要講廿4冇爭。人的講音準啊，音準，我們講音準啊，我們就都沒有到位啦，沒有到位，幾乎嗰種弦嘅嗬，弦嘅人家弦冇準咯，就慢慢嚟整咩，慢慢嚟整，慢慢嚟整嘅話，就按樣去學，嗰陣人家愛書，書係老師嘅指頭啦，也講係老師一講嘅話講。老師係咩腦癌也係其他麻煩，人哋說去嚴師出高徒，先生要注意到啊，係啊，係啊，幾個摩擦你話不容易生事嘅，對嘛？我同工咧，真係正經好嘅先生，大部分人嘛，因為誰要攬這種工作嘅嘛？係先生正經嘅，你讀到眼時節，佢同佢講哦，佢哋嚇係金錢啊！你表演嘅時間喺度讀到，佢喊同我講，佢去學唱歌。我講就唱得按樣，你彈到去唱歌，活到老學到老正經吼。係按樣見啊吼，唱其實人上面咩唱歌數嘛吼，除了藝員兩位，算歌數啦。哦，歌數話講開始從唱山歌，唱山歌嘅口氣，口氣然後唱嘅口氣法同流行歌嘅。完全冇用，做唔到用唱山歌嘅口氣來唱流行歌曲，也做唔到用流行歌曲嘅幾種嘅味道來唱山歌，會少一啲咧傳統山歌嘅味道。味道嘅。一看歌曲啦，歌弦啊，係有啲流行歌曲嘅歌弦佢當到。封建嘛，應該是講傳統嘅歌弦，唔做用傳統嘅味道唱，但新嘅歌弦，你用傳統嘅方式去唱嘅話，就會格格不入。有人講現家講一下係現代嘅，嗰邊啲流行歌曲嘅，非就創作歌曲嘅話，創作歌曲嘅話，嗬，佢同目前啲流行歌曲，其實人客家流行歌曲真係聽你到時台，你哋後生當然就當出問我要彈嘅就唱，我咪聽。吉娜美女，嗬，講什麼就佢唱，唱嘢，人嘅音樂當好，你嘅同佢唱法唱橋，係咪要跳跳去？冇，我開下來，你冇，供養嚟。真係幾難得做有唱。係啊，有唱到欣賞來、開始來都係你節目地位。再帶來一條歌嘅，係啊，好，一係創作嘅，好，自家創作嘅，再回頭。也難。聽我嚟彈呢條歌，好，冇大家多多指教。
不晓得浪漫。旧年节从此心残，今宵夜芙蓉半弯，是才用情强沉情有烦。二沙海崖闭目遮南間，再回頭也難，再回頭也難，兩沙河故事孤單。再回頭更為難，希望向下一生走啊！再回頭也難。斑斕殘，正見對你無恨無怨嘆，莫怪慢，人暗叫慢，只見此家唔曉得浪漫，舊年嘅從此心殘。今宵夜芙蓉半彎，是才用情強沉情有煩，二沙海崖閉目遮南間，再回頭也難，再回頭也難，兩沙河故事孤單，再回頭更為難，希望向下一生走吧。再回頭也難，再回頭也難，再回頭也難，兩沙河故事孤單，再回頭更為難，希望向下一生走吧。再回頭也難。王子与公主，哎，坐的，哎呦，坐的，呛一轮，坐的，好，哎呦，好，落幕了，只是白活嘞，哎呦，很厉害啊，感觉阿纪，这个一个天王配上4个美魔女哈，来，真的哈，哎，这个何老师特别中国这位游腔舞者，就会有一群这样子美魔女姐姐们呢。嘿呀，礼拜很穷，他秀哦，金钱宽喊他抖真的呀，哦，黑毛，这次不是全员出动这样，是，也係按用進來吼，慶祝法吼，我要按你緣分，在世界學術啦，會在特別是客家會，佢嘅做秘書做節目噶，每一張演出我有一個按講客家大會啦，吼，我講咯。客家藝術之夜，客家藝術之夜 ，OK 好，家下安尼機會嘅話，我啲印象講客家節目嘅表現啊，吼，當翕啊，
講啊，翕就很悶啦，很悶啦，很悶啦。感覺伊做嘅啦，我講唔係講批評哦，自己有自己嘅風格，就講假設講有烏頭嘅話，比如話講唱一下後生人咩拿定吉他安尼唱咩，就舞台嘅呈現又有精彩，又當燦爛當家，我係要當導演。除了講唱歌嘅話，有戲劇嘅表現，又有舞台嘅表現，也種種嘅在舞台嘅話，會很鬧拍，較精彩啦，較精彩啦，還有情境的呈現啊，對，有鬧也有作秀嗰種感覺充滿。所以這4位老師都是專業舞蹈老師，他是專業舞蹈老師，專業舞蹈老師全部都要看得出來嘅動作啊。個動作。係啊，我老多天鵝湖呢？係，我老多一般之人可能人學生嘅唱落。假平常嘅話，嗬，佢哋咧當用心啦，當用心啦，人講基本功啦，嗬，任何嘢嘅動作，佢要學嘅伸展動作嘅話，我基本功要當好嘅一啲基本功嘅話，嗬，只要人唱過要啲基本功嘅話，你就會唱嘅話，叫基本功嘅方當紮實嘅話，嗬，看得出來，看得出來，就會跳舞嘅人啊，很優美嘅動作，亦都會跳舞人，就啊，係啊，就會跳舞欣賞，就會懂我，係啦，係啦，所以要不要小梅老師介紹一下自我介紹，我先介紹哈，也係小梅老師，小梅老師好，小英老師，小英老師，也係玉蘭老師，大家好，也係美玉老師，美玉老師，佢哋全部話嗬，佢自家只有帶班嘅啦，要做欣賞嘅嗬，如果人唱歌嗬，或者唱歌以後嘅話嗬。各位，假設人叫咩做先生嘅，無窮樣，係先生必定人去盛裝嘅，係咪咁樣？嗬，就係咁樣。所以係一道先生必定唔盛裝，也係富上必定富上，而富上，我哋講日嘅動作，佢講個 V 嘅，我講個做嘅，個 V 嘅，個日嘅動作，啲動作咁樣嘅係咩？按樣而做會係講，他是講討論，所以小梅老師是，對哈，老師會很嚴格嘛，很嚴格，很嚴格哦。我們一個動作冇做好，佢做唔得，真的。因為老師親有感情的人，跳架步吼，感情一定要飆落去，唔係冇飆落去哦，跳起來跳唔出來。哦，真的。哦，所以欣賞我希望人家都要跳到位就錯。一隻數字一隻都會，樣嚟出去比出去，一天都來出去，我精準就錯咧。哦，比都耐，一天都比都給他點。咩按樣比嘅？變過去，我講，我好看，加個動作，美感，美感有表演美感。所以小梅老師，你們也都是在舞蹈上面。已經練習多久了嘛？全部都20年有吧。哇，難怪。係真假意俾樣嘅嗬。田老師我最少有15年。哦，真的哦。對，同欣賞合作有15年。老師給我們很多的教誨，這樣。哦，教誨啊。教誨。敦教誨。就是教誨。哦。我進步哈，老師跟講啊，你這樣會進步啊。真的。哈。才發。乜個動作佢啊？你跳舞嘅人唔跳好呀嘛？看你人。看得出，老師講，佢做唔得，你就講好，個個會精。對，雅儀啊，雅儀帶媳婦用，對呀，記住何老師的學生啊，真的哦，同掉何老師的咧。對呀，我就常常聽我媽就跟我講，啊，下世要去嘅學過嘅咯，啊，這個一直稱讚何老師。真的哦，對呀。欣賞也是教育英才無數啊。是。應教呀，去教，應學應成。教學相長。對，應學應成長。安尼，講到嘅雅西醫嗬，因為佢學傳統嘅。傳統歌嘅哦，因為欣賞咩教傳統歌嘅。要傳統，有可能要教流行吧。流行咩要嘛嗬？對啊，但是以傳統來講，欣賞應該不陌生吧？唔會，因為呢做遷做法就係傳統山歌出成嘅。嗰個後來嘅話，太化學，我會這樣嘅機會同阿媽媽講按知識。剛剛除了講傳統音樂，學弦嘅啦，學社會啦，學彈琴啦，後來話學
张友本来就我嘅要求啦，學嘅 piano 啊，學嘅鋼琴，piano，加 piano 化演講當奢侈用嘅啦，就等於學嘅話，可是學嘅話，就變一年買嘅。我哋裝飾品用嘅，後來都冇繼續。我家下買唔起，我買唔起鋼琴嘅話，我只係挖就開鋼琴。88件有88件對，白鍵盤、黑鍵盤，對，哦，都學指法。哎呦，哇，你學起來，你學起來嘅，厲害。我學嘅嘢話，我做到於今日1禮拜學，下禮拜老師先演奏張進科，OK， 學進科。進科以後，老師愛教嘅話教，我先雙禮拜嘅課程，先彈一遍本來彈，彈咪好，彈一遍本來彈，再去啊，哎呦，做嘛？因為彈唔錯，廿尾看唔係好人言，廿尾本拿錢來本學安樣錢咧，真嘅冇人做冇菜錢。哇！專業學來，哎呦，我先生還蠻嚴格哦。嘿，沒算親厚嘞，這個嚴格的老師很好。對啊，還會替他着想。藝術封面的發，對，我是去學一學，哎呀，那個老師說，哎，你不要彈了，你不要彈，回去。我那時候才大概5歲還7歲吧。真的哦，為什麼要回去？因為我手會流汗嘛。聲音又高，我這個拉雜，如果彈都給他當紅，就無萬嘞。那個老師可能有點潔癖，可能。你回去，我不教你了，不教你。就傷害你幼小心靈了呢。我就被打擊。給後代麼？繼續練琴，對麼？要不然你現在可能沒飯吃。後來過來衝狗嘛？沒有啊，我如果繼續練的話，我對我的音樂創作歌手啊，對嘛？有我對嘅音感有冇？哈，對人創歌。哈，你說人唱歌法，看嘛，除了節奏節拍以外的話，音感，他們音感做唔到話，按琴彈下來，對呀，去做，還要加你音，但是不一定每一個會彈的都有音感哦。哎，真是嘞，就像小強老師，彈佢唱歌，然後佢彈琴那兩件事，加講到傳統歌誒，嘿，對，傳統唱歌嘅話，學傳統嘅要唱神態跳，或者神跳嘛，嗬，落山歌就平白，今日就帶來平白山歌，安那等下啲台下好好的彈好胎時的從平板，好唔好？彈快啦，多多指教。山歌我從哪來呀？講起那年年啊，來唱跳我山那歌啊。
乡亲朋友啊，通爱唱山歌，通爱计划，爱慢慢讲来，慢慢唱。人生啊，苦难的啦，讲起好危险啊，现今哦，给路那你那。将来后见贤啊，乡亲，行爱慢慢讲，慢慢唱，行爱计划。呀娘哦，面那前呐，乡亲通爱讲，你妈爱行好呐，给贫穷啊，富那贵呀，讲起名有天。